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伫圣日的时阵，会当伫教会来相见面。咱即马要礼拜的大心来串联信息，请咱掀开信息492首，信息492首，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信息492。 上帝降临你的圣殿，上帝降临你的圣殿，地球万民着调整，地球万民着调整，你咱确定礼拜的时阵吟这首诗歌，咱要吟2遍。第一遍较紧一点仔，第二遍较慢一点仔。咱即马来吟较慢一点，较拄啊还是正常的速度。咱即马吟较慢一点仔。咧吟第2摆的时阵，请咱真正恬静咱的心，上帝爱咱用心灵甲伊相较伫地。咱吟第2摆的时阵，较慢的时阵，你用祈祷的心，请主。 到咱的心底，做今仔日好的礼拜献互伊。来第2摆哦，较慢一点摆来。上帝降临的圣殿，上帝降临的圣殿，地球万民着调整。 恳求主上帝，甲咱相甲伫地，伫礼拜中间，拢甲咱同在。咱的心着恬静伫伊的面前，用咱的心接纳主所要互咱的教示。咱要敬拜伫上帝的面前。 第2摆，咱就用祈祷的心来吟这首诗歌。好，咱来掀开第2首198首。这首咱较无熟，咱来串联一下。伊真好听，嘛真济3个舞秒是共音的吼。
照我光明，解恶众生。好，咱第三十个唱一摆。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伊的国权管辖万项有。恁遮有大权能的天才啊，听伊的声，正伊的命令的，拢着阿罗耶和华。恁遮会做伊的众军兵，做伊的车赛，行伊所欢喜的，拢着阿罗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逐位，拢着阿罗耶和华。我的心神啊，恁着阿罗耶和华。吟圣诗第492首，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圣诗第492首，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会众请起立。
请咱游玩客咧来讲读新的诫命。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恁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有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若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教读启应文，启应文第39篇，请掀开圣诗后壁面第59页。启应文第39篇。我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阁听见大声对造的主讲。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本身要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无要阁有死实，也袂阁有哀伤、嗷叫、疼痛。这伫座位的讲，我要换新万年。阁甲我讲，已经成，我就是阿里法甲欧米伽，是起头的甲落尾的。得胜的人要先接这的。请咱共心来祈祷，主爱，阁有满有恩典的阿爸爸上帝。伫过去一礼拜日子，阮所面对的可能有顺境，也可能有逆境，但总是有你的看顾甲保守。伫黑暗中有来自你所赐的光来引带阮前进不止面色方向。互阮伫今仔日早起会当阁来到你的殿内学路敬拜你。恳求主，你即时降临伫阮中啊，开阮的心，赐智慧，互阮会当了解，较等主要透过陈牧师所讲道的话语，要互阮的信息，领受对你所来的教示。主啊，求你带领阮所受、所讲、所做、所行的，拢会当合着你的心意。伫将来的日子，会当照你所希望阮所行的方向前进，要行的路来跑走，荣耀主你。阮安尼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圣歌队要献上列岛来学老主。
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着严谨，着恭敬，入伊的门，入伊的院。今仔日所要讲读的圣经节，记载于希伯来书第10章第16节、17节。请大家来看圣经，也是手部的后壁面嘛有记载。主讲，遐日了后，我要甲因所立的约是一个，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刻伫因的头脑。后来佫讲，因的罪恶、因的不法，决断无佫纪念。以上，今仔日陈光信牧师讲道的题目是“遐个日子以后”。今仔日姊妹牧师有特别提醒我讲，联合礼拜会当以华语为主，小等我的分享会华语为主，我嘛用一寡台语做伙来了解，咱来明白上帝的话，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天父，你的话真水，总是起造伫阮的生命，互阮讲的、听的，拢真实明白。主要让我们真实的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建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曾经在基督教界流传一个很特殊的简讯，他说为阿富汗伊斯兰主义即将判处死刑229名基督徒传教士祷告，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令人害怕的新闻。事实上，经查证，那好像是一个假讯息。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也事实看见基督徒在世界各地遭受逼迫的情况，不容轻忽。最近我相信有真侪兄弟，你有看到对中国的一寡影片传出来，伊讲真侪中国的教会去人收掉，教会传道者去人关监，听起来，迄其实是一个互人感觉惊吓、危险的代志。想想看，本来是教会一般性的生活，结果因为当局的政府没有办法接受，而不论时局的如何变化，许多人生活就变得不一样了。本来觉得正常的活动都不再正常，好像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生命，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有人看到这一波一波的天灾人祸，常常嚷着说：“上帝快来了，末日近了，要悔改。”我相信真侪兄弟拢讲，这个世代作乱呢，上帝啊，你要什么时阵来？你紧来好不好？小时候我很害怕听到那个末日近了。小时候大概蛮小的，20-30年前以前。那个时候还有电话亭，上面大概会摆了2种册子，一个呢就是18层地狱图，一个呢就是那个末日近了。然后你翻到最后一页，就一群人躲在石头后面，然后呢看起来天上会降下那个火星，这样掉下来，很可怕。我常常在噩梦里面惊醒。图里面的人好像在面对上帝，是敬畏可怕，而且不敢面对的。我常常在想讲，遐个期待上帝来的人，因哪会这么有信心？相信上帝来的时阵，伊会去互上帝提。当我小时候听到耶稣再临的时刻来了，那不是一个平安的声音，而是惶恐焦虑的声音。不过，这样的声音在近代的历史中，其实一点也不陌生。从14世纪我们最清楚的一些历史来看，那时候大范围的鼠疫称为黑死病，让数千万甚至数亿的人死亡。
这时候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耶稣快来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性感冒，死了几千万人。这时候，大家也传着耶稣快来了。这些声音没有停止。我想，才过没多久的新冠肺炎，大家也大概知道，染疫数其实高达700亿以上，死亡人数700-800万。你大概可以想到，世界各地有许多的基督徒牧师呼吁人们正视这些警讯。那面对这些末世的呼喊，当所有人咧讲啊，末世要到啊，上帝日要来啊，基督徒真正期待是迄个上帝来，甲一切毁灭掉的时吗？敢讲一切拢毁灭掉，这困厄就无啊吗？也是咱对伫上帝话真正认捌，对伫上帝主权，咱有真实的信心甲盼望咧。许多人认为，我们要面对的是上帝创造这世界的美好，但是更多人认为那是无可能的代志。真侪时阵，咱咧问讲，这个世界愈来愈好，啊，愈来愈歹。真侪人的想法是愈来愈歹。到灭亡，但其实有另外一群人相信，上帝的主权既然彰显，上帝愿意等候，那么这世界应该是越来越好的。那么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今天的经文提到一个很特别的词，我相信许多兄姐你在看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也一再的看到，就是那些日子以后。事实上，那日末后的日子这个词对以色列人来说，它不能说只是一个时间的提醒，它是一个特殊的名词。对王朝时期的以色列人来说，那是以色列人再次强盛的表征，是大卫王朝的显现。对于国家灭亡的以色列人来说，那是上帝惩罚结束的时候，也是上帝复兴以色列人的时候。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日期，那个是上帝来更新因的性命，让因对着上帝弥赛亚盼望得到救赎的事。总是先知书内面这的先知，因是安尼讲的吗？我们来看主前700年，犹大南国那个时候，他非常的强盛。先知以赛亚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我们看后面的经文，他继续的说：“上帝必亲自掌权，世界各地的人都归顺在上帝之下。”反而是以色列人受到异邦风俗的影响，偏离了上帝的道路，看起来好像财富盈满，却在上帝的管辖中成为卑微的。我们清楚的透过以赛亚书看到，他说末后的日子是上帝主权掌权的日子。愿意跟随上帝的人不再被攻击，也不需要律法条文。以赛亚真清楚讲，在迄个上帝时，人只要愿意回应在上帝的道路，根本就无需要律法师，也无需要彼此来教导讲啊，你要认识上帝，因为上帝话甲伊的道理已经成做咱生命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当所有的人把上帝的主权真实的放在心中，愿意跟随上帝，那根本就不需要这些律法条文。先知弥迦也提到，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在你里面。咱通看到迄个特别的日子，是上帝掌权的日子，却是上帝天罚的事。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掌权后面也带出上帝的惩罚。
同时期，我们看先知何西阿，他说：“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地上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咱看起来，伊对以赛亚所讲的意思足像的，因为呢，伊讲以色列人追求富裕，开始偏离上帝的道路。何西阿透过家己的性命来警告以色列人讲，叫真实连接伫上帝，以色列人才会当脱离叫列邦所控制的情形。所以对何西阿来说，那日是上帝掌权，上帝惩罚。然后我们继续看北国，以色列北国先知阿摩斯，他也说一样的话。他说：“人们总期待上帝的掌权。”阿摩斯却清楚地指出，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那日是为了把错误板正，所以他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破坏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咱通看到迄一天是上帝掌权的日，却嘛是上帝更新正人性命的日。到了犹大南国晚期，先知耶利米在犹大灭国之后，借由上帝来勉励这群人。他说什么？他说到那日，我必从你的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们做他们的奴仆。我们看到让这群受到灭国冲击的人，上帝明白的跟他说：上帝袂甲恁离开，上帝会予恁的应允，真是引带，予恁对着上帝毋望袂到伫失落。我们看到这里的那日，是上帝来的应许，解放的日期，处罚的期限，让一时难以理解。这群人他们觉得不应该灭国，应该讲为什么我是靠伫上帝保护的人，我会灭国，我会去用掠到其他的所在。这个地方耶利米清楚地说出上帝所带来的应许与盼望，所以我们看到那是掌权的日子，却也是上帝释放的日子。同时期的以西结，他说：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跟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咱通看到这种的提醒，伊甲以色列人劝诫，因为恁离开上帝，恁死实伫受敌的手中。这特别的日子，上帝予人看到，上帝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上帝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他不只是基督徒的上帝。他不是专属于某一群人的上帝，他是全地的上帝。以色列人必然归回，透过这个过程，全世界都能知道上帝所爱，上帝管教，上帝所疼他们的，伊嘛会好好甲伊养育管教。伫管教了后的稳定，是上帝祝福的记号。所以我们看到，那是上帝掌权的日子，却是上帝释放的日子。我们再继续看约珥书，约珥书很特别，因为他的作品不长，成书时间很早，南北以色列都算是相对富裕的时期，他却提出了对那日子他有两种诠释。在约珥书第2章，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里。咱通看这个所在指出，迄天来的时阵，一些人拢爱为着家己离开上帝的创恶，负上代价。
人因为真惊吓上帝来，所以这个时阵咱看到的是一个互人惊吓的迄一日。不过我们也看到，这里是他清楚的对那日子重要的铺陈，因为他接着提到，上帝出手以后，对他子民的怜悯，上帝会亲自重建众人。所以我们看到后面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前面我提到说，耶和华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你可能不一定常常读，不过这段经文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段经文我相信你定拢听过。迄个时阵你听的时阵是大有五望，不过你也知影，先知伫这段经文的头前是讲啥？讲迄一天是黑暗的，是惊人的，是互人无五望的。却这里先知特别提出那个老人做异梦，少年见异象。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灵浇灌在众人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人们真实经历上帝的更新，不会活得越来越没有盼望。人们会真实的发现，那种对于未来充满期待的，我还想做什么？我还想为上帝摆上什么？上帝让我看到个头前的路，我要安怎行？迄是一个欢喜有热情的，不是等死，不是讲啊，上帝你紧来啊，我什么时阵才会当到上帝遐？是一种上帝让我伫遮活，我搁只想要为伊做什么的热情。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许多人生活越富裕，却没有喜乐，没有盼望。但是约珥书说，那日是上帝管教的日子，更是更新众人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书还有很多啊。西番雅书说，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在于我的圣山狂傲。撒迦利亚书说，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必看见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马拉基书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咱通看到正先知因讲的话的结论是什么？迄一日是上帝掌权的日，那一日是上帝掌权的日，没问题。但是咱若看到上时迄一日是管教、更新、重新起造的日，同时我们也看到那日是管教、更新跟生命被重建的日。一些人因五望代表王朝对着因真实个复兴，因去互人掠，去互人拍败，迄个见笑通拄去。因想的可能无毋对，总是迄个出现拢伫个人败落、到伫黑暗的时。我们可以看到，期待上帝的介入没有错，但是那许多时候，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堕落到上帝必须亲自出手，是黑暗笼罩到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要盼望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一日是荣耀的，却也是令人惊慌的。那日是上帝主权彰显的时刻，但是绝对不是世界末了的时刻。真多人咧等候迄一天，迄个等候是不是什么所在出了问题？你等候的那一日，那一个天国降临的日，你是不是在你的期待中跟众先知的说法中有很大的差异？以色列人不管是他们国家的时期，在灭亡前、灭亡后，甚至回归耶路撒冷，都呈现一个问题：
迄个问题拢无改变。迄就是好野有钱的人，因换朝代嘛同款，因掌握迄个善假人的资源，他们掌握了金钱，掌握了各样的资源，掌握了说话决定大家行动的权利。咱通看到善假人生活要过得真无简单，因真困难伫政治宗教顶端发出因的声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会越来越看重世俗的价值。为什么？当我掌握世俗的价值，当我掌握世俗的权利，我就有机会说话让人听见。当你想到你要赚钱、赚大钱，你想要过较好的生活，你生命所有的困难，拢会对着你经济，也是权利，也是资源，因为你会认为迄非常的正常。当这个时阵，你看到有一人拼命好好啊去赚大钱，这个时阵你会讲，伊是对的，伊是全世界上互人注意的。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有一个现象，不管任何的世代，人们总在看那个全世界赚最多钱的人，然后都在问一个问题：他怎么做到的？然后都在听他说什么，看看能不能对自己有所帮助。那种专注，那种期待，很少是被用在上帝身上的，不奇怪吗？我们看到那一群有钱的人，他们让所谓的穷乏人没有办法翻身，那就像是受制于王国系统之下，不管是本国管辖，或者是他们被掳被国外管辖，人们清楚地感受到权力经济活动带来的影响力，却上帝的法则、上帝的带领根本看不见。你看到的是这个世界有掌握权力的人，因看到的不是军队上帝的人，会当有什么款的能力？透过诗人的哀叹，透过先知的呼唤，我们几乎可以听见社会底层人的呼喊，就像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控制的时候，每天过的生活没有任何盼望，他只能期待在自己能够掌握的世界，依照世界的游戏规则，多多少少因着个人的努力，增加一点点反击的力量，看有法度喘气，喘一口气无。先知约尔这样说：茧虫剩下的蝗虫吃，蝗虫剩下的男子吃，男子剩下的蚂蚱吃。你可以想象，所有的物件食到上破拢无，连厨余拢无。你会通知影，迄种方法、迄种日子是活无毋茫。当人活的想讲，我就是要活的，迄个处境是毋是甲即种经文讲的同款？顶悬食好，下骹食剩，过来食到什么拢无。你可以清楚地看见，如果在这样的处境，人们真的没有盼望。今日的我们，是不是也面对同样的处境？上帝的恩典赏赐许多人有好的学习、好的工作。我们甚至常常可以看见，教会的年轻人进入职场之后，只要努力的工作跟付出。而学习中的学生只能读书和过着自己都觉得无聊的生活。咱常常听即马青少年，无就是讲我做无用的，无就是讲我做无聊的。你做歹想的，你做无用，你哪会做无聊？但是你会发现，这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他们常出现的一个状况。他忙的不是他想忙的，而他觉得生活无趣。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不是吗？咱通看到。几年前，因为疫情，真侪人惊吓人甲人社交距离，甚至对伫教会兄弟，因为无法度实体聚会，人甲人的关系愈来愈生疏。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人可能过去在教会，他可能偶尔出现，大家还会连结。因为疫情，甚至有一些教会，他们有一些线上直播，你就会发现教会顿时间少了很多人。好像他们也没有真的不见，但是彼此的连结就越来越少。咱通看到，真侪人拢感觉我信上帝，我嘛有咧聚会，甚至牧师讲道我嘛会听，
啊，若咱教会无直播，我著看迄电视的嘛会使。我嘛是基督徒，总是伊已经袂记真正军队上帝的人，是伫信仰群体内面，真做这个世界祝福的。当你忘记你在跟随上帝，你是连结于信仰群体，你就没有办法真实的意识到上帝怎么在我们当中工作。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想，是我们找不到方法去关心，还是受困的兄姐不再相信弟兄姐妹可以成为帮助呢？或者，其实是因为许多人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个世界影响，认为我的努力是为了让我自己过更好的生活，而我目前的生活稳定了，上帝的恩典没错，让我这么的得到好处。不过，我真要为别人多做些什么？别了，真的，我的力气就这么多，我满足于我的生活可以吗？我够了，可以吗？如果我们看不见弟兄姐妹因为各种生活困境所带来的为难，那么我们真的要担心，我们是不是陷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而因此而满足？若我们深陷于困境中找不到出口，我们是不是知道，在上帝的手中依然能够有盼望？如果我们看不见兄姐因为各种生活困境所带来的为难，那么我们要真实的看见那个我们的生命到底在面对上帝的提醒有没有走错路。许多人对于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地上动刀兵。我相信很多人很难理解这句话，因为常常说到耶稣就是平安，说到耶稣就是喜乐，然后耶稣说我来是要带来地上动刀兵。你这个你想想啊，耶稣讲的那这么无平安，来这句话咱给它划掉，是安尼吗？不是吧？咱能看到这个困难的理解，是因为你袂记这耶稣是犹太人，因对伫迄一天那一日，他们有清楚的认知。耶稣透过那日子的传统，提醒当代的人，一代又一代，上帝的日子没有少过。当人们以为就是这样的，上帝日子的介入，南北国的灭亡，使得以色列的权力阶层被瓦解，重建圣殿城墙的尼希米挑战了当时上帝训诫中新的财富阶级，他要提醒他们不该再犯下前人的错误。到了耶稣的时期，当人们差点以为日子就是掌握在罗马政权底下宗教领袖的权势之下，约翰大声疾呼，而耶稣的行动让人们在黑暗中看见大光。上帝的日子是带来价值系统的崩解，带来困苦穷乏人机会的时机。上帝的时是面对这个世界价值观的破坏，所以你要知影，那是非常惊人的。上帝的日，让人通超过只是注意家己的腹肚，让人看见别人的需要。上帝的日子，让人看见在我们周遭中那个上帝的被造是需要你伸出手的。在信仰群体中，没有一个人示弱，这样的建造让人脱离了活着好无聊的处境。当你发现你的生命无法度成做别人的祝福，你只是一口气尔。当你发现你做的会成做别人的祝福，你会跟上帝一起喜乐。所以咱通看，当四界拢有人愿意付出的时阵，咱看到上帝创造美好的意象是什么？那就是众人为上帝国做梦啊，不是吗？当我们每一个人为上帝国做梦的时候，我们就会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系统。
因为上帝的爱临在我们当中，上帝的主权临在我们当中。今天的我们不应该再陷入以色列人期待复兴的幻想，以为只要信了上帝，等着死后上天堂。我的意思不是说上帝的应许不存在，而是我们要正视，好好的看那日子这个东西的讯息。希伯来书今天的经文说，主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我们看到的就是带来这样的提醒，那日子，上帝的日子，是带来翻转的机会，翻转的时刻。经历这样日子的人，不会再只是嘴巴说啊，我都期待上帝来，我都相信上帝的听，不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实的将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身体力行，感受到那样的美好。想看嘛，咱大家人为了上帝来面望，咱的望可能无同，咱透过分享、讨论，咱做伙去做上帝国。德国近代史有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希特勒带来的种族屠杀。德国的基督徒正陷于希特勒所带来德国民族自信和脱离犹太人经济控制的喜悦中。那个时候，德国教会其实是许多教会觉得上帝主权彰显，可是对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那段历史，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他们以为上帝的彰显，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极度黑暗的时刻。这时候，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说，他说，当纳粹抓共产党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产党人；关押社会民主党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民党员；抓工会会员，我没有出声，我不是工会会员；来抓犹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这句话在我们台湾今天所有政治立场对立的情况之下，不同的政治人物都引用过，但是伊要甲咱讲的是什么？伊要甲咱讲的不是做咱更加去对抗，伊要甲咱讲的是什么？是咱有对上帝来眼光无？我们有没有从上帝而来的眼光看见那些真实的在生命弱势处境中的人？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代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前辈潘霍华牧师，他因为信仰的反省，他不留在美国教书，而回到德国，最后失去了他的生命。对真多人来讲，那是很可惜的代志。他若活，今仔日有真多的神学拢通对伊出，总是清楚的看见他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而回到他自己的土地。我们可以看到，真实人们陷入在错误里面，远离上帝，就是一群欢呼上帝主权荣耀，实现却让黑暗真实临在的处境。上帝的时间，那日子，是人们开始单立于自己的需要，使得信仰群体走入自以为满足的时候，让人进入极度的黑暗中。而这样的黑暗，人们看见上帝的光，让信仰跳脱出道理的知识，而是生命真实的经历。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们，我们如果不能跟上帝同工，在今天见证上帝国地上临在的美好，我们却在期待说啊，我要去天堂，我要去上帝遐。我再说一次，我不是说没有这个应许跟盼望，我是说我们不该在现在还存在世上的时候，只期待我要去上帝那里得天国的门票。我们应该看见的是，今天我们怎么与上帝一起做梦，一起同工，一起经历上帝国在这里被建造。让我们回应上帝的邀请吧，让我们在今天的祸患中都能连结于上帝吧。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或许你可能做的有限，那么你每天想到你在医疗中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这我们做得到吗？
你知道你的弟兄姐妹现在在身体病痛中、心理疾病中，每天为他祷告，你不用让他知道，因为你的祷告，上帝知道。去关心我们欠缺的肢体，有些你不能做什么，那你就跟牧师说，牧师可以去关心他。许多时候，教会的牧师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要通灵才能够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因为弟兄姐妹只要不好，都会躲起来。我跟牧师讲，好了才出来，然后牧师你进前破病哦，不要紧啊，过去啊。牧师没办法通灵，真是靠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扶持，知道了，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关心。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很害怕大家过度的担心，但最少让教会的牧者有机会去关心你，不是吗？再来，我们要花时间读上帝的话，每日默想，不再让自己成为一个教徒，而是基督的门徒。什么是基督的门徒？就是认识基督的言行，并跟随基督的一群人。以前我们常常听到基督徒看到世界的乱象，说好希望耶稣现在来哦，讲耶稣啊，你要今晚来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实期待那个日子来到吗？那个日子是一切黑暗到不能再黑暗的时刻，那一刻也是上帝要来到我们当中，对我们说，你是那良善又忠心仆人的日子。不要轻看那日子的提醒，那不是对世界说话，那是对我们这群基督徒说的。当咱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甚至有惊吓的时阵，咱通做什么？在面对台湾有真多的挑战，不管在政治顶端，不管在社会顶端、世界顶端、经济顶端，当咱面对这么多问题的时阵，对伫上帝的主权，愿意咱众人因为上帝对伫咱的恩赐得到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听阮阿爸天父，互阮不只是来到你的面头前求讨上天国，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求讨的是你的国伫即时降临伫阮中间。主啊，愿我们众人回应你，愿你差遣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在此建立上帝国的地上临在。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来念圣诗第198首，世人纷纷罪恶多端。圣诗第198首，世人纷纷罪恶多端，来回应上帝家事，会众请起立。
即时进行奉献，请出现的人工。请建议。会众请坐。即时进行公道，请为着教会义商成全正圣道，万民皆济时，读经祈祷，卫生服侍，彼此相敬。头一项，愿真理的灵引带咱周夜思想上帝的话语，搁用信心、仰望、仁爱来回应。为着肢体新社会，但德明、赖清光、黄仁和、陈秀荣、林慧珠、黄世明、黄士基、郭水仙、林义诺、张惠香、王以玲、杨志坚、李雅雅、陈怡君、林春基来祈祷。为着昨昏甲今仔日7月初4、初5，社青甲乐团联合退休会平安顺遂，满有主恩，嘛为着过来7月26升级礼拜李孝清的备班来做祈祷，嘛为着第4项，为着委瑞内拉连续的强震所需要的救援物资、医疗、机具、人力、安置等等，会当顺利到位，咱来共心祈祷。主爱，阁有怜悯的主啊！你知阮是你所念所创造的，总是伫心神、伫肉体，有世上的烦恼、忧愁、重担甲病痛。求主你会当安慰心内有忧阮的施大灵的手，医治身体欠安的，互正兄弟姊妹会当重新得力，继续鼓舞健康的心、喜乐的心来跟地主你的脚步。愿主保守社青甲乐团联合退休会平安顺利，满有主恩。嘛，伫过来的升级礼拜，李孝清会当做好备班，
这时暑假已经开始，求主看顾因带青少年学子伫休困的期间，会当放学课业的压力以外，嘛会当利用时间锻炼身体，开拓学业以外的眼界，嘛有人生顶悬的造就。世上虽然有战乱在，阮知，借着主对阮的疼痛，彼此相结连，相甲帮赞，我靠主来会当来渡过困难。愿阮拢会当注心伫主的你的身上，愿阮会当凭借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所赏赐的一切，搁较坚定甲主共行伫你所预备道路顶悬。这时，阮要用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触阮的入世，着救阮脱离迄个海。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时来报告。首先，咱来看教会的消息。本主日感谢七情中会、七道教会、陈光信牧师来本会正道，愿主施恩赐福七道教会，甲陈牧师，甲伊的家人，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第二项，本主日两位牧师对咱的社青，甲咱的乐团联合退休会，拢总有30人参与，地点伫咱的宜兰。第三项，7月初7甲11号，就是后礼拜2甲拜6，咱两位牧师休伊的年假返乡来探亲。所以后礼拜3，7月初8，查经祈祷会暂停一摆。第4项，第3季7月甲9月的复赛bài班表已经搭伫咱楼骹的广播栏，请甲咱的团契赖群组，需要纸本的兄弟，请到1楼招待桌来摕。第5项真重要的，请各团契会计伫7月12进前。会当将上半年财务收支报告甲校册整理线交互咱的干事来回诊，会当方便咱的查校委员来查校。过来团契消息，头一项7月18甲19，就是拜6甲礼拜，咱的儿童主日学生活营，咱两位牧师嘛会甲因共同参加，地点伫桃园的较望园区。第2点，7月25拜6下晡3点，妇女团契聚会，主理是咱的舞龙长老会甲因来分享。第3点，7月甲8月双年团契放暑假，所以聚会暂停。以上是咱的消息。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来看。后老高也是订单的，请咱的会计也是咱的干事来请因来更正。上言信息第513首，信息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会众请起立。
领受祝福。愿天父上帝恩典，最后所有听谈圣神的大开力，甲咱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麦岛闭会，散会了后，请兄弟姊妹到一楼向爱餐请安交谊。